接住落嚟呢，大學生除咗上堂之外呢，仲有一啲康樂嘅設施，譬如體育館、籃球場、泳池等等。有興趣嘅同學需要提前預約。各位朋友，唔好意思，由於理工大學嘅其中一個泳池需要維修，工程正喺度進行緊，重新開放嘅時間呢，有待大學官方公佈。仲有學生可以 book 學生會場地進行任何形式嘅活動。由於學生會紅磚社較早前停止運作，因此 O Camp 活動改由其他學會負責。